將呢一個亞視嘅模擬廣播交俾港台去處理，直至模擬廣播完全取消，係幾時嘅決定呢？係點樣諗出嚟嘅呢？呢一個決定，當時我記得係1月份嘅時候咧，陳議員係提出咧，可唔可以用港台去頂住先？如果亞視真係執咗笠咧，忽然間執都會噶嘛啫。咁咧，我哋模擬廣播咧就得翻2個台俾佢哋揀，就係明珠台、翡翠台啦。咁政府會唔會考慮將其他頻道，譬如港台頻道，可以用模擬廣播去頂住，俾啲選擇俾仲係用緊模擬廣播接收電視嘅觀眾咧？呢個技術上可唔可行嘅咧？咁頭先陳議員提過一個比較有趣嘅一個假設性嘅問題，就係港台可唔可以做呢一個模擬廣播咧？咁呢個我哋都要我哋未有咁考慮過，咁都要要研究下。將呢一個亞視嘅模擬廣播交俾港台去處理，直至模擬廣播完全取消，係幾時嘅決定呢？係點樣諗出嚟嘅呢？呢一個決定。